台南市体育总会第4届正式成立，由高志祥担任理事长，副市长叶铁山亲自到场颁发当选证书，予新任理事长以及理干事。各界贵宾也拢纷纷到场祝贺。适当来，咱吴理事长带领的团队，不管是咱台南市的竞技体育，也是运动推广活动，会当讲拢做了非常有成果。没有好的场馆，没有好的赛事，没有好的选手，体育就没有办法发展。所以有感而发，但是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希望体育会越来越好。过去4冬，台南市体育总会有着非常好的成绩，唔单是伫全国运动会，伫体育的软硬体建设也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。理事长高志祥表示，未来4冬也会跟市府体育局配合，继续提升台南的运动风气。自从咱的风潮市场起来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咱所体育的成绩拢一冬的进步，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现象。明年度开始呢，咱会阁继续努力，继续来甲拍拼。尤其114年全中运嘛是搁咱台南市咧举办。这嘛是一个足重大的一个活动。伫大会当中，台南市体育总会全体理干事、甲高层钟清辉拢致敬颁奖祝贺，推崇高志祥是优秀的运动家，相信伫伊的带领之下，会将台南打造成运动城市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